嘉义有一定关注性别平等的民众，5月初一伫咧嘉义市文创园区举办彩庆生活节，毋但有同志家庭分享请养囡仔的经验，嘛有下性别的人士分享伊家己认捌家己的过程。一环，不管你是喜欢男生、喜欢女生、顺性别、跨性别，这些东西，它其实都可以透过一个量表去判断，或是去找到自己的弱点，找到自己的坐标。下性别的主讲人向大家绍介家己下性别认同的过程甲经验，希望让大家会当来了解。除了有议题的分享，阁有真侪个人工作室来摆摊，设计各种彩庆多样的产品。市政府的人应该也要好好来想想，如何推动更多让同志族群以及非同志族群都能够更加的和乐融融的相处在一起的一些活动。我们并不是不存在，我们只是还没有站出来给你看。那如今我们站出来了，就是我们相当于我们存在，我们要给你看，然后也欢迎大家共襄盛举。这个活动为2018年开始举办到今已经第3届，因为愈来愈侪人会重视甲参与，所以今年嘛增加一寡表演甲议题讨论，嘛吸引足侪关心议题的民众参加。其实默默支持的还是蛮多的，只是可能碍于长辈或者是一些压力，所以不是很高调的支持。那我觉得这也是嘉义目前可以再努力的一个空间。普遍感受到大家接受度是在同婚通过之后是越来越高的，很棒啊！就集结很多人的力量，对，然后让大家更认识这样子的一个议题，然后多元性别，对多元性别啊，然后平等啊，我觉得这个就很好。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活动打破传统男女性别二元的分类方式，用多元的角度减少因为对性少数的无了解所产生的偏见。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